今日就是耶诞节，这也代表讲，今年2024年已经剩无一礼拜，行到上尾一站。今年全世界有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？新闻世界通1连4天，逐天拢有不同的主题，要带各位观众朋友做伙过来看一解。那讲到2024年，那讲是世界选举年，这是真正有影的。今年是拢总有76个完成大细选举。那折算起来，这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拢有投票的资格，会当去投票。国家选出新的领导人，这国际局势嘛随时在变动。回顾2024年国际选举年，咱请义诊详细为咱来解剖。是主播2024年红号做全球选举年，包括台湾拢总有76个国家办大选，影响全球超过一半人口。先来看美国大选。这回 Trump 翻头顶台，话要打造黄金时代。虽然有人讲 Trump 当选是民主危机，不过 Trump 的票声是真水快，伊伫咧7大摇摆州拢选赢，而且选举人票有312张遐多。这届选举嘛加强 Trump 伫党内地位，未来国会是完全执政，共和党短期内会成做 Trump 一个人的政党。Trump 嘛拍破这共和党支持自由贸易的理念，把扣税变做国家谈判步数，走向贸易保护主义。再来看罗西亚，伊和乌克兰正咧相战，这届大选对普京来讲是特别重要。政府动员投票，和普京摕到8%的选票，伊唔那要赢，投票率嘛一定爱冲关，这未来执政才有正当有合法。因为普京6权20外党，但压反对派，这场选举论真来讲根本就无对手。自从普京修改宪法、取消连任的限制了后，伊总统职位会当做到2030年，期到伊就会成做罗西亚执政上久的统治者。那印度这个人口上济国家，印太战略的地位是真重要。国际若要对抗中国，定着爱和印度合作。印度选民有9亿7千万，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的。印度总理莫迪连任第2届，不过支持度下降，国会释出减少，这代表莫迪的魅力开始消退。莫迪独尊印度教，打压宗教、新闻、甲言论自由。虽然经济成长率真悬，不过好野善之间的政策嘛愈来愈严重。根据无同国家的选举，会当发现百姓普遍拢想要改变，这也致使选举出现变盘的结果。欧洲议会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直选的跨国议会，上大党是中间较寡右派的欧洲人民党。虽然这届释出提上济起，不过右派政党嘛加真济释出。因为右派较无支持欧洲一体化，因可能会走出经济自由、减少管制，包括欧盟过去讲的环境政策甲移民政策，未来可能拢会有变数。回头转来看台湾，今年大选展现台湾人面对中国威胁，同款坚持袂让步。民进党是拍破政党轮替纪录，连续执政，这是咱台湾第1届有政党连续3届大选拢选赢。那国会部分因为3党拢无过半，今年朝野对立状况有影是真明显。经济政策拢卡伫咧立法院，国会搞袂行，落要受苦的同款是人民。今年是选举年，全球投票总人数拢创纪录，不过这敢就代表世界有较民主啊？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戏剧化政治路，有影亲像一出电影同款，选举进程险啊，互人暗杀，只有耳仔破皮流血，结果选赢总统，成做美国历史上第2个连任失败、重新登去白宫的总统。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,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we'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. Look what happened. Is this crazy? 也若伫美国边仔的墨西哥，嘛伫咧今年举行总统大选，而且选出200年来头一个查某总统。61岁宣布当选，观察家认为有科学家的背景，嘛有国际观，对墨西哥的政坛来讲有真重大的历史意义。也若今年初罗西亚总统大选，普丁以超过87%的得票率继续第5任的任期，会当做到2030年。若准做到2030年，等于是占权30年。印度有将近10亿个选民，选举期间是1个半月，4月选到6月，选举的结果是现任的总理莫迪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。印度的隔壁孟加拉是伫年初办选举，独裁15年的总理哈西娜1月选调被过着互民众留落台，目前暂时由诺贝尔得主穆罕默德·尤纳斯领导政府。我们深深一鞠躬，谢谢。
们选择站在民主的这一边，这就是这场选战对全世界的意义。另外，咱台湾年初举办总统大选，影响到两岸局势发展。路透社评论这个结果是台湾民众用选票拒绝中国的展现。2024年全球选举年，全世界有76个国家举办大选，选举的结果影响到40亿人，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。2025年这个选举结果嘛会继续影响政治和生活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